自2025年12月初8，每日成眼光读经，超级现实的答案。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利未记第6章15节到第7章第3节。经过52日的工作，伫16月25日，城墙的重建就完工。阮4位列国遐个对着听着就拢着惊，感觉漏气见笑，因为因拢知这工程会当完成是出自上帝的帮赞。伫迄段期间，犹太的贵族常常写批互多比亚，多比亚嘛甲因回批。伫犹太有真侪人甲多比亚结盟，因为伊是阿拉的囝是加尼的囝婿，佮多比亚的囝约翰兰带比利加的囝米苏兰的查某囝做某。因常常伫我的面前讲多比亚的好话，嘛将我的话传互伊。多比亚佮常常写批甲我恐吓。城重建完成，我就安置城门，佮指派人负责圣殿守卫、献诗甲其他利未人的工作。我派我的兄弟哈拿尼甲堡垒的指挥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哈拿尼亚是一个忠信佮敬畏上帝的人，无人会当甲伊比。我甲因吩咐讲，到日出烧落的时，才通开耶路撒冷的城门。守卫下班以前，着甲城门关起来，带互好势。着派耶路撒冷的居民照班次伫因的厝头前固守。超级现实的答案。有一篇短文讲到五箭头的英文由来，这字源是对希腊文的字根来，有私人、个人的意思。这甲真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希腊城邦雅典有关。在当时，这个字专指遐个毋参与政治的人。对雅典人来讲，一个好的公民除了完成个人工作以外，还要参与伫公共的事务。若是遐个毋关心政治的人，就被称作是五箭头。不过，今仔日真侪基督徒却认为，伫教会无应该讲政治。有一位牧者讲，哪会使无讲？圣经的内容就充满政治啊！确实，今仔日这段经文就和政治有关，可见伫教会毋是袂当讲政治，是用什么眼光看，用什么立场谈。这段经文描述，当城墙完工的时，邻国的敌人听到拢感觉见笑，因为因用尽办法阻拦犹太人强化因的国防，却失败。过程中，敌人简单收买犹太人的领袖，伫尼米面前讲阿文人的领袖多比亚有偌好，因的国家有偌繁荣。假使兴建城墙，将导致两地交流变少。多比亚还不断写批恐吓尼米，讲兴建城墙就是想要武独立建国，无排除将尼米举报做叛乱分子。这恐吓的效果显著，真侪犹太居民纷纷徛踮多比亚迄边，反对建造城墙的声浪愈来愈大。
检采也有一种声音，倒来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就好，为什么要无政治，做什么城墙呢？但是城墙落尾犹原完成，这真是奇迹。伫各种阻挠下面，耶路撒冷城墙修建完成，互敌人不得不相信以色列的上帝是真实的神，是帮战工程完成。但是纷扰并未结束，尼米也爱处理防有的问题，所以尼米找到可靠、敬畏上帝哈拿尼亚来监督管理耶路撒冷城的事，扰乱才告一段落。台湾有一寡圣经学者和牧者真介意摕古代以色列的处境来比拟现在的台湾。伫政治局势，到底是要投靠埃及，还是亚述？来台湾，到底是爱并靠美国，还是中国呢？受掠到巴比伦的过程中，以色列人苦恼，毋知着安怎面对。波斯帝国统治时期，以色列人得到特许，有机会转来到耶路撒冷，到底是干那重建圣殿就好，还是连城墙拢着修建呢？圣经总是互咱一个超现实的答案。我靠上帝，对信仰的立场来看，我靠上帝才是超级现实的答案。毋是去想倒一个选项才是对的，反正是伫找求上帝心意的过程中，咱才会发现上适合当下处境的选项。人若毋是存着敬畏上帝的心，任何一种政治立场向行拢是徛踮上帝的对立面，最终会引领咱的国家行往望，是上帝，毋是任何的政治人物。基督徒有政治上的责任，但是咱毋是靠党派，是恳求上帝帮赞，用信仰的眼光来看台湾的未来。默想参与政治行动，我是毋是相信，无论结果会安怎，拢有上帝的带领？参与政治行动，我是毋是相信，无论结果会安怎，拢有上帝的带领？咱来祈祷，祝上帝愿意拍开我属灵的眼光，会当看见你伫台湾掌权，搁相信一切拢有你美好的旨意。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